入行逾50年嘅汪明荃一直被公認係演藝界殿堂級工作狂，唱歌、拍劇、主持、演大戲，樣樣皆能。但呢位永不言休嘅常青樹近日就透露有淡出演藝圈嘅計劃。現年78歲嘅汪明荃接受訪問時坦言，身體開始出現警號，記性不及從前，令佢感到力不從心。佢同丈夫羅家英早喺今年6月參與完演出後，已經感覺體力同記憶力下降，決定趁身體上佳時，逐步減少工作，以健康為依歸。汪明荃強調，未來仍會繼續演出，但前提係做得啱，做得合身，否則硬撐落去對觀眾唔負責任。汪明荃亦笑言，退休後或會轉型做網紅，分享自己數十年演藝經驗同故事，認為可以滔滔不絕。作為抗癌鬥士，汪明荃曾2度戰勝癌症。1985年因甲狀腺癌接受手術，2002年再因乳腺腫瘤切除腫塊，幸好都及早發現，手術成功令佢能夠迅速康復，重返舞台。汪明荃以堅毅同樂觀心態，成為演藝圈最受尊敬嘅人物之一。